仲講緊個名嘅佢哋。可能因為咧踢得夜咧，所以咧佢哋又唔夠人咯。好嘢，你拖，我彈，好嘢，彈落去，好嘢，足球智慧。喂！回傳嚟咩？唔係啊，話佢出咗界用手咯。咩足球智慧？冇啊，彈落去嗰場。睇住落啊！佢哋都係踢運動波。佢都係等我哋犯錯嘅，我哋依家都仲係探索嘅階段。復開，哎呀！係咪足球智慧呢球？呢球都唔可以話，因為 Will 仔呢球啦。我爭啲。根本一落到去 Will 仔隻腳度，佢就會射波嘅。即係冇足球智慧。呢度前兩格咧，佢一定會射波嘅。哦，花晒。依家睇下 Will 仔有冇足球智慧啦。哎呀！Victor 有足球智慧呢球。佢想通阿 Victor 個坑渠啊 ，Victor 咧收得好快啊！打定啲，定啲。Ben， 我可以同你喺度旁述喎。喺度講波幾好啊！打佢啦！哇 ，Chris 逼得好啊！散開啊！散開啊 ！Chris 好似上個禮拜日咧，啱啱嗰個禮拜日佢踢嗰啲波斬嗰啲波都好靚啊嘛！我聽阿 Will 仔講。哇，咁靚嘅！呢球撞牆，我覺得唔需要。呢個係咪過分利用足球智慧啊？鳩嚟。係唔需要啊！唔需要。好嘢，好嘢！哇，仲傳翻呢度？喂，大哥，有咩喎？踢咗去，踢咗去。阿 Chris 轉啦，好嘢！出翻嚟啊！爆佢，爆佢老母啦！睇住，得罪，過！一個。好嘅，大隻阿 Samuel， 大隻。嚟波，中間 Benny 未有人，再睇過。Barry 啊！係啊，仲有阿 Chris， 鬼仔。有乜理由俾呢邊嘅？俾晒，唉！哇，犀利！勁啊 ，Victor， 足球智慧啊！係啊，佢應該咧係用隻右腳擋啊嘛，但係攞咗隻左腳嚟到擋咯。定係我 Victor 佢反應唔到？但係似係俾人散多啲。但係咧，佢隻左腳咧係有起到嘅喎。啊，佢個反應就係起咗嗰下咯。好波 Victor， 足球智慧。得住。好。頂啊 Daniel， 頂啊！自己人。好波 ，Will 仔呢啲波要散開俾佢啊！出嚟！再轉！射得，可以試下。有，靚波！我話咗俾你聽啊，我又估唔到佢會傳我呢球。我以為咧佢去到佢話佢啱啱聽到你講得啊。過去 ，Benny 過埋。佢聽到你話睇落我走啊！即刻點都傳啊！再去！好，自己人，冇人，喐上去 ，Benny， 喐上去。哎呀！攞波走位 ，yes！ 靚波，哇你射佢老母！哇都 OK。再嚟個！攞定個波先。好嘢！出嚟！出翻去！好嘢，爭啲。仲有1分鐘。魚仔啊！我覺得阿 Chris 可以再踢耐少少都唔係，因為今日都夠人嘅，我哋唔係。繼續出啲。Chris 係需要多少時間5分鐘啊！俾5分鐘去 warm up，佢出嚟。睇走啊，Stanley 右邊啊！喂，耷低咗喎。好似以前咧足球小將咧，咪有個咩嘢淨可以踢一陣嘅。哦，麥泰來啊嘛，心臟病啊嘛。係啦。我屌你咁就包到喎，犀利。喂 ，Barry 發版啦 ，Barry 嚟啊！呢啲時候咧，喂 ，Stanley 專心啲。呢啲時候咧，Justin 其實都可以衝埋㗎啦 ，Justin 可以衝埋。嚟啦！俾通啊！咁樣嘅，俊仔射老母啊！好嘅，再彈落去！
OK 喎。哎呀，哎呀仲有佢見到出手，哎呀，好嘢，哎呀，多去，哎呀，哦，快嚟快嚟快嚟！好嘢啊 ，Chris 再問，好，快嚟快嚟快嚟！哇，下球準備定先。 ，Chris 下球換你，推埋，我要，推晒，好波繼續， ，Chris 出嚟，Chris 出嚟，入嚟入去。好波 Chris，係啊啦，後邊啦，轉晒身，佢一攞啊！ ，yes，搞掂。好波，魚仔。我哋要穩陣求勝，穩陣求勝。妹仔，好嘢！定晒。俾你走位啊，走開啊！係應該踩定個波。魚仔啊！哎呀，Ben 仔要射呢波。Ben 仔要射啊！俾你靜啲。 Stanley 後面一個，遠處睇遠處一隻，仆街，好波，閂埋，靚仔，散出嚟，好嘢！踩波， 6號，定啲，避啊！轉翻出嚟，俾你鬼嚟緊，喂！射啦俾你。好波，攞翻俾你，攞翻。好嘢！踩多個過嚟。 OK，呢球 OK 喎。射得！哎呀，逼佢啊！ Will 仔嘅，靚波，好嘢！定晒，後邊一隻，避啊！靚波，射低！喂，好波， Good try。追晒！ OK 嘅，行開。踩波 ！OK。一個踩波。好波嚟㗎。好波 ，Stanley 唔好燥底。好波，踩到腳，喂啊！跑啦 ，Benny。
，仔後面遠處啊！大兩步，大兩 ，OK OK。好嘢，好嘢！哎呀！細條啊！Benny 出腳啊出腳！Benny 你唔出腳唔得㗎，你喺佢隔離跑，你要出腳啊！嚟緊，鬼嚟緊！俾你啊！隔離啦，就 Ben 仔啦。表仔啊，射得啦！仲俾中間。喂啊，後面一隻。Ben 仔嘗試下射波 ，Ben 仔嘗試下射波。要換邊個啊？好似人。邊個要換啊？好嘢！啱啊，出 OK， 好波，靚波。好波，軌道，轉翻過嚟啊！有，哇，靚波！好波嚟㗎！行近少少，鬥住，等佢俾你。Ben 仔追埋翻嚟，努力少少。Barry 嘅。我嚟啊！ OK， 表仔啊 ，Ben 仔後面啊！繼續！表仔可以用表仔。靚波！好波！再插多腳啊！ OK 嘅。好波嚟㗎，谷住喺佢嗰半場度打。一個 mark 實佢就得㗎啦 ，Samuel mark 實呢個就得㗎啦，佢攞唔到波㗎。睇走啊！走咗表仔！要晒！射！邊個接球？唔知喎。好波 Samuel。好波！準備！喂！
呢個，好波好波。 Benny 有冇力？夠啦，唔好再褪啦！好嘢！好似好撚痛啊！冇嘢。我另外嗰隻腳踩咗落去。係咯。妹仔睇住。算啦 ，baby 走咗。哇！妹仔啊！妹仔追埋，定啲，防住佢得啦，定啲。妹仔睇，妹仔救我！中間漏咗。後邊啊，背脊！係仆街，好鬆啊 ！Benny 啊 ！easy 大把時間。好嘢，魚仔啊！ 病嘢，走緊！哎呀，靚波 ，Benny 啊！好波，妹仔，好嘢，妹仔。打得好啊！ 睇住身啊！睇到佢啊！靚波！好波 ，Victor， 足球智慧。下球你直接入去啦。Benny 準備下球。下球你嗌啊！我驚佢聽唔到喎，唔夠大聲啊！攻埋！靚波，有。 魚仔鬥住魚仔，有幾分鐘？3分鐘。4分。睇，喂人啊喂，好波 Victor， 睇住啊，俾近啊 ，Samuel 做乜嘢啊？好波，逼住啱啦！喂，仲好撚鳩啊，真係。 做乜嘢咁樣？人搶啊！大波！喂，睇住9號，好波！喂，醒神啲啊！繼續踩波！喂，2分鐘啊！好波！喂，有閘！出！
冇2分鐘都頂唔到啊！冇力㗎啦呢啲波，我哋有人就換啦。啊！直升直升。試一試啊！俾你定少少，就係夠鐘啦，定少少。後面啦。咦？啊，腰仔。好嘢，腰仔好嘢。冇問題㗎。每1分鐘啊！定嘅，轉晒身。踩到腳。踩。踩波得啦。好波，魚仔。我哋波。仲有45秒。 40秒啊40秒，定40秒。定啊 Will 仔未得喎。Will 仔啊，定啊！可以射啊！搞掂，有，搞掂。好 OK， 罰球。翻嚟15秒。慢慢踢俾佢，碌俾佢。冇理啦波。好波 Victor。